相信呢，20年的时间呢，一直希望呢有机会啊，做得用起家母语客家话来表演哦。5、4、3。日頭哥，按開面哦，還有通知哦。好。日頭下，日講講，一個節目呢，就會用講唱的方式來表現客家語言之美。啊，真的嗎？也係我從事了表演工作30年來，喺電視上係體白經驗。唔單止係嚴轉客家話聽聽，還係攞客家一路行來嘅文化加加精神啊！我加了啲得罪固地嘅一個短劇嚟表現出來。哎呀，再是含米嘞，含酒完蛋啦！剛才 NG 有大概8、9個，誒，咪起一擺呢度哦，原來昨天是咩按過嘅，到3更半夜，趕快10點去夾掉點小文嘛，3更半夜還不睡覺，還在打。我咩人好誒，邊個客家話講邊個好誒，很當然，還有客家文學家，呢度未做到呢類寫呢啲東西，對唔對？